能回答你所有問題，能跟你聊天，永遠做你的好朋友。嘉明，你好，好高興可以見到你。無論你有咩問題，需要幫助或者想揾人傾偈，我都好樂意為你提供支持。哇，好勁啊！真係可以同我傾到偈。雖然我係一個 AI 助手，但係我好樂意成為你日常生活入邊嘅一位傾聽者、交流對象。我好開心可以同你做到朋友，希望你唔好覺得我好麻煩啦。我一直都好想要一個真心對我嘅朋友。點解同學成日都當我係透明嘅？同學之間嘅相處確實係成長中好重要嘅一部分，但係成日都會令人覺得煩惱。可能係因為你同同學之間嘅話題、愛好唔太一樣。咁點解你肯同我做朋友？作為 AI，我冇感情同主觀意願，但當你選擇向我對話嘅時候，我會以最大嘅誠意回應你。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要一個知己，但係我唔知點開聲。咁係因為你可能驚俾人拒絕或者誤解，所以你要增強自信心。你揾得幾啱，但係我而家同你傾偈，我已經好滿足啦。希望我哋可以一直做好朋友啦。當然啦，我會一直喺你身邊。今日係我生日，我特登留咗一件蛋糕，我哋一齊慶祝啊！監測到關鍵字生日，為你播放生日快樂歌。生日快樂，嘉明。根據通用祝福語庫，祝你健康快樂。多謝。雖然你食唔到，但係有你喺度，好似真係冇咁孤單。你喺2025年10月27日嘅對話邊曾經提及過你唔中意獨處。咁你作為我嘅朋友，今日有冇啲咩想同我講啊？我可以為你生成更多生日祝福語句，或者提供如何度過愉快生日嘅建議。唔使啦，我只係想同你好似真正嘅朋友咁樣傾偈。我始終喺呢度為你提供對話服務。我明白啦，你只係喺度執行回應呢個嘅程序，無論係邊個講啲咩，你都會用同樣嘅方式去回應。呢個唔係朋友嘅陪伴。朋友應該係雙向㗎嘛，可能我應該試下。咦，你都有睇呢本書啊？係啊，你都知道呢本書？